提醒观众朋友，食物件进前爱会记得洗手，物件爱食熟的较好哦。有民众一行5个人17下晡去到台南某一间海鲜餐厅食饭，这菜色有食这蚵仔、胡椒类等等的菜色，想袂到过顿讲是吐骨肉，袂输是食物中毒。这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派人去稽查，也强调讲，若准有查到缺失，会要求改善。 这一晚摇摇卵，看会出来要活的。有民众就帮问讲，因5个人17下晡去台南这间海鲜餐厅食蚵仔、甲梨仔等等的菜路，过顿工爸阿妈煞吐甲肉，还有胃寒甲酸痛，那像是食物中毒。如果那天的食品有问题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应该会接到其他人的投诉，甚至卫生局的通报，但是目前为止是没有收到任何讯息。 业者认为讲，食物中毒一般袂甲过顿工才发作，强调讲拢有配合相关的规定，维持品质，袂摕因的名声来讲酸笑。台南卫生局接到通报，19嘛派人去现场稽查，查核作业环境及食材保存情形，如有缺失，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倘若复查不合格，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。甲冰箱等等的设备开检查。 卫生局强调讲，若有缺失会要求改善，若无会照是按法裁罚。不过这实在敢无问题。记者联络这个甲文章铺上网的民众，对方也无回应。卫生局也要进一步来厘清，因为最近诺如疫情还搁伫咧高峰，嘛有网友认为讲症状甲诺如真相像。诺如病毒主要是经由粪口传染，那接触到相关的呕吐物啊或者排泄物，那又没有经过足够的消毒洗手，从嘴巴里面再服用进去，而造成这个感染。医师表示，海产较会接触到污染的水液，确实有可能受到病毒的污染。嘛提醒业者甲民众，海产类的物件都要煮好烧，洗好清气，莫生食，才会当避免去喂到病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